屏东县有全国唯一一座王船文化馆，伫12月17就要来开幕啊！因是以东港迎王五大主题来展示信仰甲地方的连结，嘛邀请到王船的制作团队来起造一只42尺长、祭典专门咧用的王船，就连这造船的图也甲保存落来。东港七角头11位王爷新尊伫咧社图典礼完成了后，今生就安伫咧王船文化馆内底，嘛宣告这座文化馆正式完成。3年一考的迎王是屏东重要的祭典，为着要保存特别消息的传统工艺，王船文化馆头一场的特别展览是以阮的日子做主题，传达东港人王船文化的日常。阮王爷的阮和阮东港的这个阮去做一个结合。希望透过这个展览，让当愈多人知影讲，其实对阮东港人来讲，不管是伫大考年迎王的时阵，也是讲伫俺平常时每一天，其实阮王爷对阮的生活当中拢有足重要一个存在。展览内底有传承王船文化重要技艺师的作品，嘛有展示八领去甲东龙宫招来的王爷龙袍，后面仲会当欣赏传统神明衫有路的制作手法。上显目的是这只东龙宫的师傅打造的42尺长电装王船，船身有八仙图甲东港的海产，造船的时阵手画结构设计图嘛拢有保留落来。一颗一颗的王船那个做好。开工了，那个送王船，哇！这个时阵对咱东港地民来讲，甲有这个文化馆，敢保留了咱王船的这个文化活动的，大概是非常的切要啦。配合王船文化馆27正式开放，王船文化馆的外墙嘛有精彩的光雕秀，后面仲那亲像伫咧祭典的现场，感受迎王闹热的气氛。开幕前3天，开放的时间拢会延长到暗时9点。记者柯昭勇屏东报道。